我面對廣闊的世界，浩瀚的海洋。啊，我只是坐在我的小書櫥旁，我漫遊歷史的長河，穿越上下5000年。我翱翔在知識的空間，叩問10萬個為什麼。我結識了多少朋友？海的女兒，快樂王子，孫悟空。我有多少尊敬的老師？魯迅、冰心、愛迪生。我沐浴在知識的海洋，時而深思，時而幻想。我關心童話和小說中人物的命運，時而快樂，時而憂傷。我喜愛足球、游泳，我喜愛旅遊、歌唱。坐在書櫥旁，卻是我最愉悅的時光。我一天一天地長大，一本又一本新書充實了我的書櫥，讓人們去追尋縹緲的奇花異草吧。我在書林中卻挖掘到無窮的寶藏。